情况？黑人啊，帅啊，腿大长，想整死我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要色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吧，我什么功夫都会啊！因为我还有暗器，biu！胸口碎大石啊！飞毛腿，嘿呀，嘿，请选择哪一个？谁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佛家弟子是不会杀生的。方才点你们的穴道，12个时辰以后会自动解开。你们走吧。撤！嘉义，你为什么会出家呀？哦，我从生下来就是在寺庙里度过的。你多大了25。我22。你长得真好看。肉身不过是一具皮囊，没有美丑之分。那你就从来都没有爱恨情仇？人生没有爱恨嗔痴，才不会滋生心魔。我就不一样，谁要是伤害我呀，我就记他一辈子。那是你自身的心魔，只有去除心魔，生命才会得到安宁。我觉得去除心魔，只有是报复了伤害我的人以后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宽恕，宽恕每一个人，包括你的敌人。敌人也要宽恕啊？那还是别去除心魔了。如果大家都以宽恕来对待敌人，那全世界得多多少坏人啊！对待敌人就得以暴制暴。我也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太认真啊。其实我觉得，你离开皇宫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倒是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。天哪，我到底积什么德了？居然能碰到这么好的男人，不顾性命的去救我！啊，老天啊，你让我穿越，是因为他吗？